再生水它依照目前的再生水发展条例来讲，它会有一个一定的水质标准的要求。那以我们今天看的永康厂来讲，主要是我们提供就是工业来使用。那工业来使用，以目前像我们这个厂，它就有要求到21项的水质。当时伊要做，阮所在讲河经纬遐大。要做起来再生水是，头讲台湾在做的，我也是足相信。但是问题是讲周边设备，要阮搭下手好势。永康再生水未来可以提供1.5万吨的再生水之外，我们在106年的7月份也获行政院核定我们的安平再生水的推动计划。那这个安平再生水推动计划呢，有3.75万吨。那目前由我们水利局，那现在在那个规划跟那个发包施工中。那现在我们预计在明年111年先期，在10月份可以完成初期的1万吨的供水，到113年可以完成全期3.75万吨的一个供水量。那再加上我们的仁德水质中心，也未来会供清美公司这边大概有1万吨的一个再生水，所以从永康、安平再到仁德这3座污水厂大概可以提供到6.3万吨的一个再生水。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湾由于地理环境特殊，河川又短又急，储水不易，经常要面临水情严峻的难题。为了有效利用水资源，台南市政府与中央携手兴建永康、安平、仁德再生水厂，推动污水再生利用。可稳定供水到南科，降低产业与民生用水的竞争，来因应岛内的缺水危机。近期已经完工的永康再生水厂是全台首座可稳定供应高科技产业再生水源的公共民生污水处理厂，同时也是一座兼具环保、景观、生态、休憩及教育功能的水资源环境教育园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我想，永康再生水厂一方面来看这个进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在这个现在的严重枯水期，能够提供至少是初级的再生水，能够提供给一般非饮用的民生使用。好，那这点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再生水厂。那估计现在在试运转期间，一天能够提供2500吨，好，然后接下来的目标是一天能够8000吨，好，那这个水质的部分现在还在做调控的动作，也就是说，将来如果调得比较好的话，那可以使用一个，甚至可以提供高科技厂，它的一个对水质的要求。那至少现在对于民生非饮用的民生用水，基本上是可以使用。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一个嘅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市府研考会特别选择3月29青年节之间举办青年论坛，会中邀请三官学嘅代表到场分享科技发展、人本交通甲青年创新3大主题，欢迎相当热烈。社会上常常讲青年人是国家未来的主人，但市政府为了让青年人的声音会使被听到，持续推动青年的事务。台南市政府研考会也特别选伫3月29号青年节即天举办青年论坛，对科技发展、人本交通、青年创新3大议题来做讨论。会中市长王伟特也亲自出席，同时市长也甲青年委员耍小游戏来互动。市长致辞的时阵强调，城市的发展爱靠青年人，市府也会全力来支持，提供一个优质的环境。我当然觉得这个台南的未来是各位的。我们不管担任公职，或者是都是有任期的啊。市长最多2任8年，不小心有人做了9年，因为那个政府改制哈，选举制度改变啊。但是不管几年啊，但是未来整个的都市发展是要建构在我们年轻朋友的手里。
所以不管我们现在想说要把它发展成为一个智慧场域，发展成为一个5G 场域，然后AI 的工作室或是怎样，这是我们自己在想象。其实我们需要跟更多年轻朋友更多的对话。我希望说，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当然有划设一些场域，像新营的营地，像这个南科那边的南营大楼，我们都希望开辟更多的地方。我们不是规划这个年轻朋友要怎么做，我们是规划一个场域，让年轻朋友来告诉我们他们想要怎么做。这个部分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论坛现场也邀请文创、小农等主题的青年到现场展示因的产品，不管是果酱、文创商品，拢充分展示台人少年一辈的实力。研讨会强调，因将会透过青年事务委员会的委员，来让青年人的声音会使进入市府，打造更加优质的城市。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安南平元安安宁病房正式甲牌启用，由艺术家甲观众者共同观现大型的雕塑艺品，场面温暖佮感动。病院表示，因为传达的就是生命无限循环，所以取名圆满平安。成立满8档的台南市立安南病院，目前具有1000床量能的病院。为了完成居家共同照护的最后一块拼图，积极投入缓和医疗。伫去年筹备设立安宁病房，并且伫上午正式甲牌启用，完成居家照护最后的一里路。安南医院已经成立满8周年，迈向第9年。我想，对于病人的全人全时照顾非常重要。那在生命的起源，大家家属也好，我们的产妇也好，都非常高兴。但是在人要走上生命的这个旅程的时候，善终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那今天很高兴，安南医院成立一个元安病房，就是我们的安宁病房。希望有缘分，大家在安南医院做人生的最后一个旅程。那也感谢社会的大众的帮忙哦，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心出心。那我们把这个整个元安病房从社区的安宁共照，跟在住院的住院安宁，更扩展到在安宁病房善终。开始是有一些小组开始，那到目前的一个安宁病房，那这个其实过程上是非常艰辛，要人员的训练要有设备的筹备，然后要有建筑。那我们是想做一个比较特别的跟别的不一样的一个生命的意涵，所以我们才邀请这个比较有名的画家，也有捐赠者，然后我们把这个整个气氛做起来。那我想说，一开始有一样这样的格局以后的这个意涵是不太一样，大家住的意涵或者什么我们的不太一样，那这也算一个突破了。以前的安宁病房都是比较说传统式的那我们现在是把它超越，就是希望说我们在这个最后的期间是一个也不能说是愉悦，但是是一个有意义的，然后有一个回顾性的，所以我们在很多设施上面都会有一种回顾的一个方向号名元安的安宁病房、安南病院嘛成立跨团队的整合照护，包括医师、护理师、营养师、甲社工师等。另外，还佫有人情的照护，提供每期患者身心灵的放松。上午的启用仪式，还佫有艺术家曾英栋甲观众者共同观众大型的雕塑艺品，象征圆满平安。这个作品事实上我就是把爱、美这样的东西落实在真正的生活里面。那安南医院的元安病房这个机会，让能够呈现这个画作，那我就把日月星辰这样子的一个天行健这样子的一个观念，让它生生不息的在这个病房里面，让我们的眷属，让我们的病患能得到一种心灵的慰抚。那这里面有12朵大的花朵，也是在讲这一年12个月。那有5个这个像莲蓬这样的云朵，也是在讲这个5个方位。那这种时间空间里面，在讲一个爱充满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总规划20层的安宁病房，目前安南病院先开放8层，内面设有会谈室、多功能的活动室、甲宗教室、
沐浴室等，希望会用个，互病人真正感受到舒适安宁的照护环境。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配合中央防疫，北区正港里的社区用餐已经停办半冬，现在疫情得到控制，该里决定3月29正式恢复。同时为了帮助往来各农，里办公室甲社区发展协会嘛买了一批往来，用实际行动来消停。全民吃凤梨，大家做伙来。全民吃旺来，大家做伙来。台南市北区正甲里正甲社区发展协会以及议员陈义丁、议员柯志春服务处29日来到正甲里活动中心，甲社区长辈共同享用卤面。尤其这场共餐服务，更是停办后恢复办理的第一场，这也互真侪社区长辈拢满心期待，因为会当大家做伙食饭，安尼较热闹嘛较好食。大家热闹欢喜啊，就做伙食饭啊。安尼食饭较好食啦。对。2个月无来供餐啦，拢分便当互人摕去。即摆恢复感觉安怎？侪人就欢喜啊。有大型的供餐啦吼，已经停止吼，要规半年啊。即摆就是讲疫情，即摆有较有咧降温啦吼，所以讲吼，阮大型的供餐吼，就有法选伫3月29日吼，正式吼，要来供餐。伫共餐现场桌顶，会当看到一盘盘切好的旺来，要来请社区民众享用。原来这是里长吴同志为了听农民特别去采讲的。要食旺来听农民，就是讲全部今仔有来供餐的长辈，全部拢会送伊一粒，还佫有现场咧食。这就是讲会当第一会当照顾咱长辈，第二会当照顾农民。发展协会啦哈。爱当结合里长，大家做伙办这活动，甲咱的农民吼，你要看咱社区今仔的供餐啦吼，每一个都拢往来食，这是咪足好诶。最近咱嘛看到讲中国吼咧抵制我们台湾的凤梨吼，那中国不吃，我们台湾自己来吃吼，所以咱里长嘛是受到这个影响吼，所以今日特别吼要跟大家一起吼，甲咱所有正甲里的长辈、所有好朋友一起来吃爆凤梨吼。伫共餐现场，北区区长李丰兴嘛再来一个好消息，因为正甲里活动中心老旧。立委陈廷辉向中央争取前瞻计划经费400万，市府家己要负担2000万，要将活动中心整理翻修。未来等计划通过了后，正甲里将有一座全新的活动中心，提供予里民使用。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车里近年来已经慢慢被当作一门艺术，而且国内外嘛不时会办理各种的比赛来吸引专业人员报名参加。这摆担起车儿职业工会理事长陈国斌，就率队前往高雄参加博览会，最后摕下4面金牌、8面银牌加铜牌好成绩。举办迈入第10届台湾国际文心艺术展，去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停办。今年虽然疫情有趋缓，但是国际之间的互动交流也是因为疫情而受到限制。主办单位决定改变形态，3月19到3月21，伫高雄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第1届2021刺客方舟文心博览会的赛事，吸引国内200多位文心歌手参赛。台南市文心职业工会理事长陈国斌对着7点0陈运泰长期投入文心艺术的推广，表达万分的感谢。在我们国内就是常年这样将近有连续10几年的一个我们非常感谢，就是说高雄在一个主办单位人，首席文生，陈云泰先生，他在这2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又停摆1年的时间。那在今年，他以非常高规格的模式管理方式，就是配合政府的所需求的要求的防疫的一个过程，都是做得非常严谨，非常的完美。那在这里，然后让大家就是能够让全国的业者朋友们能够齐聚在，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以及活动的地方。在这里非常感谢他。台南市文心职业工会这次由理事长陈国斌率队前往高雄参赛，也摕下20面奖牌的肯定。我们工会这次差不多将近有20店家参与这次全国性的一场展会。那在展会上，经过评审委员方面的一个评委方面，
我们这次在算应该是以团队来说的话，我们得到最高的就是总成绩有20面的奖项。这次的比赛，历史长陈国彬除了家己嘛摕到最佳彩色大图的奖项，更难得是以店内成员，更是得到首届最佳写实大图以及最佳新人奖的荣誉。因为我要谢谢那个主办单位高雄首席纹身，然后举办这一场纹身展会，然后就是让我们业内所有的同仁能够一起参加，然后也谢谢他们这3天的辛苦，就是维持展会的流程啊、秩序什么的。然后感谢每一位评审老师。台南市纹身职业工会理事长陈国彬表示，今年6月到9月，分别伫台北甲台中拢有举办纹身比赛，伊也带领工会成员前往争取荣誉，希望会当改变一般民众对着刺青的既定印象，持续为纹身艺术推广做努力。台南市纹身从业人员加油！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转来新闻现场。4月2號就是全國社工日，其中台南市社工陳信雄對經濟保護等形式的工作範圍，一直到現在災害防救的業務，一路行來擔任社工已經30天，而且一直保持熱情甲認真的態度，今年協辦全國自清敬業獎。社工2個人一組來到藝術海沙屋，甲接受土壤異化影響的家庭引導。日前經過安南區公所初評，當時處主嘛找廠商報價，上個社工需要再出來評估把關，因為畢竟政府資源有限，嘛要承認每一筆民間關鍵的救助金專項，以該服務的上迫切需要，就是牢固廠民的精神，換掉有危險性的總開關等線路。以及已經強要落落來洗手台啊！其中對着社工陳信雄來講，對協助個案脫離經濟困境，接處理同保護家庭暴力案件，一直到災害防救的業務，每一階段的經歷，會感受需要幫助的太濟，就是盡全力支援，將資源分配到上需要的所在。我在社工職業上已經有30年了，那看過很多無數的案件了，但是我就一個單一社工的小角色，不管是家庭輔助，不管是保護案件，只要我遇到的案件，我認為它是真的是需要我們政府的協助，我會運用所有的資源來全力的協助，做好每一個個案服務。但係社工已經30天的陳信雄相當的自信，對了經驗的傳承，嘛永遠保持一份熱情，用認真的態度，成為後輩上好的模範。社工資深跟資淺其實不是問題的，這應該是說你在從事社工這個行業，你的敬業跟那個態度，才是取決於是在這裡的。不管你資深或資淺，你只要在認真的投入工作。之前的時候，你會覺得，工作上有所不足，但是你會用協調方式或行動方式去找到說，我要怎麼做，慢慢的去學習成長。那自身的部分，他因為經驗的累積，他在處理工作上會比較完整。那最重要，他是可以做經驗的傳承。4月2號就是社工日，今年110年全國社工專業人員的選拔加表揚推薦，陳信雄的協辦自清敬業獎相當難能可貴。台南新聞管制何超邦採訪報道。大同中央酒店17周年慶，今年再次甲自新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合作來辦理市集，同時推出素食的桌菜，將在地食材甲當季的蔬果入菜，都有創意用心，更符合現代人健康飲食的潮流。大同中央酒店為了慶祝成立17周年，特別甲慈心基金會合作辦理天理有腳印市集，邀請各地優良的農友
以及文青店家到场设档。3月27甲日8两天，伫饭店外举办市集，希望会当将健康的素食推广给市民大众，也希望会当帮助到这辛苦的农民行销。因为小农真的很辛苦，而且这些年轻人都回来自己的家乡，然后栽种这些。那我想这些食物都是有机的。那我们希望借由这个活动，然后办这个活动，让他们在这边展示，然后我们共同去认识这个小农他们的产品，我们爱护他们，多使用他们。那最重要是说，对这个是尽到一个企业责任，来帮助大家。那台湾这块土地有这些小农，我们更应该珍惜。所以我想办这个活动的最大的目的是这样。对着大塘中央酒店长期帮助农民行销以及健康饮食的推广，也和副市长赵清惠非常的肯定。对于所谓的农业的部分，还有小农的部分，跟其他的，包括在台塘总这个酒店本来就在经营的一些菜色的部分，都会更着重在环境友善这一块。今天非常的开心呢，能够来受到那个总经理的邀请来参加这个活动。大塘中央酒店今年总共规划4场幸福公益市集，拍头阵的田里有脚印市集，现场有真侪健康好食的蔬果美食以及手作小物以外，后续还有走出台南古城玩乐回忆、大手拉小手、幸福一起来市集。饭店希望透过公益活动甲平台，将亲子教育、历史环保、文化艺术等观念分享给大众。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有本地樱花之称的花旗木，每一档3月底、4月初盛开。目前伫南华宝公圣堂、林德地、红地等等上济，其中位伫第一线省道的新市路段，毛一节200-300公尺，开了真壮观，吸引未少过路民众翕相分享。春天正是百花开的季节，因为疫情的关系，真侪民众拢无法度出国佚佗来赏花，尤其是日本的樱花。不过，这开甲粉红的花旗木，俗称热带樱花，目前嘛正咧盛开。尤其位伫新市火车站附近，第一线省道边，现场嘛有数十丛的花旗木正咧盛开，吸引未少过路的民众翕相打卡。就是在大马路旁边、省道旁边而已，然后其实每一次路过都会看到。那现在看到是知道说，它现在是满开的状况。所以我们路过也会特别过来拍一下，花香的味道很浓，嘿，不然之前你如果路过就会觉得这边就是车水马龙很多车子，那现在有一个美景在旁边，你就会觉得心情觉得更好。真是这片花旗木非常的水因为每年3月3月底到4月初会甲开甲粉红袂像咱平地樱花安尼你免走到阿里山看。唔免走到本桥去，但是咱遮都有啊。你看开片的红拍拍粉芽，过来伊的花期无介长，差不多2礼拜左右尔。那你看差不多有足多人遮翕相打卡这就是阮的瑞士药厂啊瑞士药厂边伫省道纵贯路边大家若用来看看行。位伫省道边，原本想讲是公路总局地图公务专所种植。后来经过区公所的查证，发觉是民间的药厂所种，不但位伫路边容易亲近，唔免出国上山买的来赏花。另外，区长还阁建议伫南科 LM 区的莲潭、西港金沙里，甚至林德的志宏祠，嘛拢有大片的花旗木，欢迎民众把握花期前往欣赏。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以上就是3月29日中间台南电视新闻，非常感谢你收看，咱再会。